路加福音第23章，全体议员拢徛起来，耶稣去彼拉多的面前，因就控告讲：阮有看到这个人在卖血阮的民族，禁止人纳税给凯撒，佮自称是基督，是王。彼拉多问耶稣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耶稣应讲：这是你讲的。彼拉多就对遐个祭司长甲群众讲：我查袂出这个人有甚物罪。毋过因坚持讲：伊对加利利开始，即阵到这，伫犹太全地教示人，煽动民众。彼拉多一个听到，就问看这个人是加利利人，还毋是？伊一个知耶稣属希律王的管辖，就甲伊送去希律遐。迄时希律本人嘛伫耶路撒冷。希律看到耶稣，非常欢喜，因为伊捌听到耶稣的代志，一直爱要见伊，佮毋望会当看到伊行神迹。伊问耶稣真侪代志，耶稣拢无甲伊应。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徛起来，激烈甲伊控告。希律甲伊的兵嘛甲伊侮辱、戏弄，然后佮甲伊穿一领真水的长袍，才甲伊送转去予彼拉多。希律甲彼拉多本来有冤仇，伫迄日煞变做朋友。彼拉多调集祭司长、官员甲民众来，甲因讲：因这个人来我这，控告伊煽动民众。但我伫恁的面前有甲伊审问，查拢无恁所控告的罪。希律嘛认定伊无罪，才将伊送倒来咱这，可见伊无做甚物该死的代志。所以我要用笔甲伊教示一下，才放伊去。当年的判假罪，总督就照百姓的要求，放一个犯人予因，群众拢话：这个人就予伊死，放巴列巴予阮。这个巴列巴因为伫城内作乱，佮杀人，才受关押。彼拉多想要放耶稣，就佮说服证人，毋过因大声话：甲钉十字架，甲钉十字架。彼拉多第三遍对因讲：是安怎？伊有做甚物歹代？我查袂出伊有该死的罪，所以我要用笔甲伊教示一下，才放伊去。不过群众坚持，大声要求甲耶稣钉十字架。最后因的声煞较赢，彼拉多就宣判，照因的要求去执行，放因所要求迄个因为作乱、杀人、互人关押的巴列巴，将耶稣交予因，照因的意思去处理。遐个兵士甲耶稣押去的时，拄好有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做西门，对庄骹来，因甲伊抓来，将十字架放伫肩头，予伊举，缀耶稣的后面行。有一大群民众缀耶稣，其中有一寡妇人人为着伊，随行悲伤啼哭。耶稣回头对因讲：耶路撒冷的妇人人啊，毋免为着我啼哭，着为恁家己甲恁的囝儿啼哭，因为日子得要到，人会讲，袂怀孕、毋捌生囝、毋捌予囡仔食奶的妇人人真有福气。迄时，人会对大山讲，甲阮跌落来；对小山讲，甲阮砍落来。因为连我地的树木都会安尼，打起的树木减袂搁较厉害。另外两个犯人嘛，予人押去，甲耶稣做伙处死刑。因到一个所在叫做头壳碗，就伫遐甲耶稣钉十字架。
嘛顶迄两个犯人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耶稣讲：“哎呀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毋知因在做甚物。”后来因抽签分耶稣的衫，民众徛伫遐得看。遐犹太人的领袖甲伊踢笑，讲：“伊救别人，伊若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，就救家己。”遐兵士嘛甲伊欺人，惊活去，提错互伊讲：“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救家己。”伫伊的头壳顶有最正的牌仔写：“即个是犹太人的王。”做迄顶的犯人有一个一直甲耶稣侮辱，讲：“你竟毋是基督，就叫你家己甲管。”另外一个甲伊责备讲：“你甲伊相款受刑，你敢毋惊上帝？咱受刑是公道，因为咱所受的是罪该应得。毋过，这个人拢毋捌做毋对的代志。”伊就对耶稣讲：“耶稣啊，你做王来临的时，请会记得我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。”差不多中昼的时，黑暗夜坎全地，到下晡3点，日头熄光，圣殿内的玻璃裂做两边。耶稣大声喊：“爸啊！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。”讲煞就断开。迄个军官看到所发生的代志，规认讲互上帝讲：“这个人真正是义人。”组织伫遐伫看这个代志的证人，看到所发生的代志，拢哪行哪对兄悲伤断去。遐捌耶稣的人，以及对加利利地来的附近人，拢徛伫远远的所在看遮的代志。有一个人叫做约瑟，伊是议员，是一个善良正义的人。伊无赞成其他议员的计谋甲行动。伊是犹太人的城阿里马太的人，一直在期待上帝国的来临。这个人去见毕列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予伊。伊将遗体收落来，用油麻布包，然后甲伊安葬伫拍好伫石壁的墓内。这个墓拢也毋捌用。迄日是避难日，安息日拄要开始。对加利利甲耶稣做伙来，遐的附近人缀约瑟去，因斟酌看迄个墓，看耶稣的遗体安怎下，就转去准备香料甲香油。安息日，遐的附近人照律法的规定休困。